观众朋友，你们好！评弹的一代宗师讲调的创始人蒋玉泉先生永远地告别了书坛，为此，我们东方戏剧节目特意制作了这期专辑，以此来表达对蒋玉泉先生的缅怀之情。这就是蒋月泉，评弹艺术的一代宗师。84年人生岁月，68个书坛春秋，为人们留下了字正腔圆、韵味醇厚的讲调。美丽的苏州是他的故乡，讲调也像那倾城的圆月，汩汩的流泉，叫人对月临泉，怀想万千。世界那个门娘亲，口碗里我确是够伶仃够口神，说不是也许学识我听一节，金家杨某当亲生，失落你走了梦中神，佛记娘亲痛彻儿心，书记父娘口，哪个归说你娘亲啊？哪怕你在地脚天涯，你呀把你娘来信，信不到你娘亲，我绝不走家门。不匆匆是万当去，记录呀飘飞比不听，花狗飞叫到门。像蒋玉泉先生这么一位杰出的评弹艺术家，的确是一代宗师啊。他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参加了上海人民评弹团以后，他对评弹事业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这个他对
评弹的特点啊，这个一些表现手段，所谓说学弹唱演，是做了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的。这个前辈有很多评弹艺人，可能在某些单项上，也许蒋玉泉先生不一定都超过了前辈，可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评弹的各个方面，还包括编演，应该讲蒋玉泉先生是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大家。岁岁年年，蒋月泉与琵琶弦子相依相伴，悠扬的蒋调回响在江浙沪的大小城镇，成为诸多评弹流派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我闻听情意，两泪淋，是同在彼此我心。我不该听信法海儿女，我不该么皈依三法是空门。相我许昔日沟口伶仃，听张狗我西兵最最的人生。十指万我须海门，手中一来真家身，一位双亲地下问，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这家身？想娘子世间生啊与人，打来你3月0分，到那日的我只有这几听而明，将我儿后去未成定，我们亲生不如难相听，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这家身？大不如从头袈裟去，好比铜匠提笔也不言，我若出袈裟如凡不能。你身上个本来呢就是小嗓子蛮好的，你唱语调出身，那个语调门上娘话呢是像支架生活，支架生活语调唱得非常好，但是你不是这个正面请去支架生去干，或者就一出忙了，你从这个地带放音啊，
这些辰光就是现在是大众教育已经拆脱了，叫黄金大学些辰光。门口那个两厢的这个推头有只大喇叭，这里向经常放自家生的语料了，里水了大浪天，西北风里听，认真听，听之后就自家回忆，自家唱。那或者个辰光，历史一个种不行情，那自家生里那个唱起来比较柔，绵绵啊，比较各个地方得出了手上，缺少一些这种风情的。那么你身上猴子里面，因为我的本领好，本领好，自家是有辰光这个枪是最活力的，没活的。你身上个枪呢，你往上走上力了，到自家生的语料，你有所发出。我跟身上辰光呢，身上这就没了。那么身上这没有这些辰光，到你他身上在追牛人，平常呢就是学这个追牛人那个追料，和追料。那么和追料辰光呢，你唱了还发现，自家好像为娱乐，那么追料上向的委托于这个发挥，那随了这个浪向呢，逐步变成了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蒋月泉放弃了一个成名艺人的高额收入，成为首批参加国家剧团的18位演员之一。他满怀激情地深入生活，深入到部队。他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
成那关公本是从不能你非凭着牛奶所见之越是云恰几女口晓得我吉祥翻身黎明不累那楼上几秒几不人吓得闻飞飞他也是忙家早日走几后你最长路不许你好好的送至我江边上云上公红大多里才是对金家两米不能是从此以后，蒋月泉先生进入了他艺术创作最活跃、最鼎盛的时期。他编演了多个中篇和短篇评弹，整理了《白蛇传》《玉蜻蜓》等传统长篇，讲调唱段开篇广为流传，说表艺术更加精雕细刻。我跟着你家兵长，兵长，我跟你辰光蒋老师为搭档，后来的王八营评上党，这8年都拆脱，伊在河北民啊，中日叫评上党，再在8年评上党，我一直辣身边，一直到金头初期，我一直辣伊身边。所以讲呢，我对蒋老师呢，没那个强调有他真正完美的形成是金头医院。金头医院呢，一直跟我讲，领导人呢，拿顶好医院配备做生指挥者。那么沈超军的羽绒系啊等等，旅游的顶好，是吧？那么侬讲编辑实用性，因为伊跟我讲过了，一个创得好了，但创是写得好，那么陈年性是专业作家，所以伊那个发挥，从现在我讲，就是头里向呢，用一切顶好的办法来培养伊是个忠心公职。所以蒋老师跟我讲呢，伊讲，我蒋介石能够今朝有个精神力，确确实实是党的培养啊，是没共产党，没我蒋介石，没我蒋介石的一个流派，可能比较完美，这个是伊自家讲。
是口是难，为了家所以没奈何，只得披下他。我想走无你命难为啊，我是掌声理应要慎重他。像那妹表妹为我生日空，他为我来，我为他，拿下我的家，不是他的家。我是金花园相如他，采梅花你如他，一草一木都不差，披披今朝与不及他。我顾了他，难顾家，倘若我要顾了家，依然难顾他。新娘子不是他，没路人打我家，我不要他披来他，我要他来我来他。这样的还是这个一人不必，这样的还是不投了啦，水晶不投了啦，给了，有好几个家庭，这样来是了啦，这个家访与谁唱这样来了，基本上才是每个大中số，到政治上海平台都以后。因为你是去实话，实话为主呢，实际创作是创作了一定要把话务收好。那么理想阅读唱就是大概在8名，这个头呢是自带意来注意了。你再用谁的这个背式了，好像不是。就是后来就发展了，是吧？发展了。为了生儿妇要绿沟本是我应当绿在工地
话题走听，毕竟是众生子，该机器人在头一。梦想起一起共赢家头，他为了无人是口，三法师里把心啊命两次偏不比。他为工人能挑事，为什么我为做题却不能能够你？想到此日生三归，叫啥个些人话？再听见公办一下，报名。啥个在听见语音还报名的要紧不走来口杀人的？再听见闺蜜咕噜的报名，报名，连了让几个人还报名？请那报名之声的礼。在文艺的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观众们以雷鸣般的掌声热烈欢迎再次登上书坛的蒋月泉先生。年过花甲的蒋月泉担任了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和苏州评弹艺术研究会会长等重要工作，同时为培育接班人倾尽心力。在上海，在苏州，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我不想给你一匹布，而想给你一台织布机，教会你织布的本领，希望你们有自己的创造，超过前辈。我们作为学生子也好，作为爱好者也好，都应该用自家的行动，哪能来纪念我们的先生，纪念蒋老师。那么好的呢，你为我们留下来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的遗产，在广大的爱好者当中，在我们学生子当中呢，应该讲是永远铭刻在心里向。而且让我手段呢，很巧，与可以说一声就是我先生是最后一个声音了，是演唱的声音。因为这个唱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在香港中风完了以后呢，是一直生毛病，所以讲闲话讲不清爽。讲闲话讲不清爽呢，一唱更加不太可能。这个一头唱呢，是我辣98年在平台头赴台湾演出的回来的路上，那么路过香港，我申请，我说是不是去看看先生？所以那个一段辰光呢，我去望先生，而且呢，爱好者好朋友屋里向进行了一次联欢，先生是非常非常之开心，而且是平常辰光基本上没这样的机会不唱的，但是呢，那个日子他兴致非常高，这个不同随意唱了起来，而且我觉得是唱得非常之好。对我们专业的演员来讲，既要获得老师的非常精彩的精神的艺术，同时呢，还有责任拿老师传授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财富，能够一代一代的永久传下去。一个是那还来拿先生的经验，先生的一些
精品的么子，拿努力比较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能够记载下来。因为你先生虽然从整个平台家来讲呢，你留下来的录音是最多的，所以个后边呢，你可以去聆听先生的亲自演唱。但是呢，这个里向就是作为一种文字资料，比方讲曲谱啊，或者是一种脚本的文字脚本啊，作为我来讲，传承还是这个一方面。我先生的就是能够做一些文字方面的整理，或者能够做一些曲谱方面的整理，慢慢就讲有句口说，能够一口就晓得。我想对这个讲判艺术，对我们平台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会得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今，蒋玉泉的学生也和老师当年一样，一字一腔地指引着蒋派艺术的又一批嫩苗。这个几年来，因为我演出比较少了，主要是教育工作。那么到先生写的这个3岁之后呢，非常高兴。那么当我讲这结果闲话，那么我记得去年上半年，先生呢就是已经住到了华东医院去视频。当时呢，我去看理的辰光呢，有一次带了3位同学去，拿了3弦琵琶去唱给你听。唱的呢就是你的开篇，就是杜十娘，还有呢就是你的代表作《安堂人娘》。那么当时辰光呢，你听了真的是非常激动，为同学们鼓掌啊。那么理下来呢，你虽然是口齿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一面呢就是讲鼓励同学们，另外一面呢为你说提了一些就是讲不足的谈话。再有呢，你为非常高兴的就是自家示范的唱了一句西天那个没娘亲。那么不管你口齿也不清爽了，你身体也非常虚弱，但是你还是这样尽力唱了这样一句，还是米大结会好。这个也可能就是讲是我最后一次听先生唱里的是这样的。临走的辰光呢，我搭你握手，你就对我讲，你讲谢谢你啊。那么你就出来了。你虽然我经常让想这个3个字的意思，为啥子你也讲谢谢你？我想或许你就是讲，我带你几个学生去唱给你听，这个就是这样的，给你带来片刻的安慰。达至欢乐，还或许呢，就是讲你谢谢我呢，就是为了拿这个奖的，搿不就是下一代平台这代人，总而言之，你搿个是非常开心。对妹。今生恩归，代代相交，所遇美。
40年代，我们是同步的，他比我大1岁，是吧？他当时呢在上海走红了，我呢也非常的幸运，也走红了。两人同样有一辆摩托车，森特普的，对吧？他也是欢喜穿夹克衫、马裤，我也是这样。所以说呢，我跟平台呢非常有缘，有缘分有缘分。现在我的夫人呢就是韩月明，也是平台老前辈朱杰生先生的女儿。那您还是平台界半个女婿。对，这是有缘。第二呢，我的蒋先生的同辈，他当时呢跟周玉泉学什么？学于新丁。于新丁呢，这个是家喻户晓。我们沪剧原来的传统戏呢也有这个，所以呢我非常欢喜蒋岳先生呢，就是因为爱听于新丁，讲调是受人喜爱的，很多人都迷他，我也一直在迷他。我觉得他好像是长江流水，源源不断。这个讲调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留着给人们呢心灵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好像生永并茂的存在我的脑子里。我认识蒋岳先生呢，是正式是交朋友是1950年，这是听他的书了，听一个书了，是从1947年开始。还是我对蒋先生的这个艺术了，相当不管是不能讲崇拜，但是相当欢喜。因为蒋先生的这个艺术了有几个特点，据我观察啊，第一，这个就是这个唱所讲调了，唱得好听。第二个呢，就蒋岳先生一直光也年纪轻了，在台上像一种风采，就是有一种帅气。第三呢，他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演员所有的天赋很要紧的。艺语呢，以出意图有相当幽默感，他的故事呢，我觉得心里非常难受啊。昨天啊，
夜里睡不着，我就写了一首诗，悼念一下这个蒋先生，我这里念念好不好？是吧？我的题目是今闻蒋月泉先生故事，哀感倍，凑成一列，若处方萧，秋未霜。先生何故走匆忙？新腔唱出真名事，老病亲情实感伤。胡伴离家来江畔，安堂洒泪到厅堂。回眸50年间事，一别英勇两渺茫。蒋一先先生虽然故世了，是吧？故世了，这个艺术长情，人生有限，艺术长情。我相信蒋派艺术啊，蒋一先生讲的蒋派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这个继承和发扬。可是这个是我破的，像我身上的，很难的这美国破来，还说了一个在里凶我。做会身体健康，好运发财。是我心一生。蒋老师的一生呢，应该说他在评弹呢，整个我说他把毕生的精力全献给了评弹。蒋老师对艺术的追求呢，是应该说是制作的追求。他对艺术呢精益求精，锐意创新，一丝不苟。他哪怕就是对一句唱句、一个唱词，他都要精雕细刻。所以我们团里很多演员呢，都受到对他的教导。蒋老师呢，应该说他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他对评弹艺术呢，应该说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不朽的一个财富给我们。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很好的把蒋派艺术呢发扬光大，把我们的民族弘扬我们的民族艺术，让我们共同努力。望明月，忆故人，对流水听琴声。斯人已去，而悠扬悦耳、回肠荡气的讲调，将与明月共存，与流水常在。我与我翻身虽然来临他必是我时时都与天津中。我绝不知家门，风匆匆是万大去。花手飞交大门。像蒋玉泉
先生这么一位杰出的评弹艺术家，的确是一代宗师啊。他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参加了上海人民评弹团以后，他对评弹事业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这个他对评弹的特点啊，这个一些表现手段，所谓说学弹唱演，是做了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的。这个前辈有很多评弹艺人，可能在某些单项上，也许蒋玉泉先生不一定都超过了前辈，可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评弹的各个方面，还包括编演，应该讲蒋玉泉先生是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大家。岁岁年年，蒋月泉与琵琶弦子相依相伴，悠扬的讲调回响在江浙沪的大小城镇，成为诸多评弹流派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我闻听轻意，两泪淋，是同在彼此我心。我不该听信法海儿女，我不该么皈依三法是空门。光呢，世上世上这就没了。那么世上这没有这些人光等于他身上在追牛谁，平常呢就是学这个追牛人那个追的，不追的。那么学追的辰光呢，你唱了也发现，自个好像为娱乐，那么追的浪向就为可以这个发挥。那随了这个浪向呢，逐步变成了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蒋月泉放弃了一个成名艺人的高额收入，成为首批参加国家剧团的18位演员之一。他满怀激情地深入生活，深入到部队。他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
下令凶，他兵在当下，都成那关公本是从不能你非凭罪牛难所见之越是云恰吉美口晓得我吉祥翻身黎明不累那楼所几秒几不人吓得闻飞塞他一时忙家早日走几后你最长怒不许你好好的送至我江边上云上公红大多里才是对金家两米不能是从此以后，蒋月泉先生进入了他艺术创作最活跃、最鼎盛的时期。他编演了多个中篇和短篇评弹，整理了《白蛇传》《玉蜻蜓》等传统长篇，讲调唱段开篇广为流传，说表艺术更加精雕细刻。我跟着你家兵长，兵长，我跟你辰光蒋老师为对党，后来的王八营评上党，这8年都拆脱。伊在河北民啊，终于就要评上党，再在8年评上党。我一
相许昔日沟口林的青藏沟，我西平最最的人生。十几万我许海文，手中以来真家生，一位双亲地下问，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出家生？想娘子受今生啊与人，打来你3月0分，到那日的我手得几听儿迷，将我儿后去未成病，我们亲生不如难相听，我怎能与是空门走了出家生？大不如从头袈裟去，好比铜匠提笔也不言，我若出家杀人犯不能。你身上个本来呢，你是小嗓子蛮好的，你唱语调出身。那个语调门上娘何为呢？是像自家生活。自家生活语调唱得非常好。但是你不是这个正面请去自家生去干，或者就一出忙了，利用这个地带放音啊。这些人讲就是现在是大众节约已经差不多了，叫黄金大戏，就是讲门口那个两厢的这个推的一只大喇叭，这里向经常放自家生语调了，离水了大浪天，西北风你听，认真听，听之后就自家回忆，自家唱。那或者这种光历史一个种不行情。自家生你那个唱起来比较实物，秘密啊，比较各个地方得出了手上，确实是一个种风景的。那么你身上猴子里面，因为我的本领好，本领好，自家是有人讲这个枪是最活力的，没活的。你身上个枪呢，你往上就上力了。到自家生的语料，你有所发出。我跟身上。观众朋友，你们好。评弹的一代宗师讲调的创始人蒋玉泉先生永远地告别了书坛，为此我们东方戏剧节目特意制作了这期专辑，以此来表达对蒋玉泉先生的缅怀之情。这就是蒋月泉，评弹艺术的一代宗师。84年人生岁月，68个书坛春秋，为人们留下了字正腔圆、韵味醇厚的讲调。美丽的苏州是他的故乡，讲调也像那倾城的圆月，汩汩的流泉，叫人对月临泉，怀想万千。世界
神。说不是也许学识我听一节，金边杨某当亲生，失落你走了梦中神。佛记娘听你痛彻儿心，书记父娘口，哪个不说你娘亲啊？哪怕你在地脚天涯，你要把你娘来信，信不到你